里面要学生引导学生欣赏，欣赏以后就挂在教室，挂1个月、半个月再取消，再换衣服，1个月再换衣服。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想法我们的每一个中国人背住了我们老祖宗100幅名画，他的欣赏水平、欣赏美的能力大大提升。他来画画的时候完全不同。见多识广嘛，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嘛。看得多了，他就想法都不同，是吧？所以经典名画，我在6年前我专门做了一个 VCD， 把100幅名画弄好，谁做的，还配了音乐解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些学校就是没有很好的落实，我们完是执行的效果非常好。这是告诉大家第3大内容。第4大内容，经典美术。经典美术，美术呢，我觉得也做2件事情。第一，要把中国历代的优秀书法作品在学校里面展示。王羲之的这个等等，这些最著名的书法作品，在学校里要学一部分，要作为布置校园的一个内容。还要邀学生欣赏，也可以搞100幅经典书法作品，要学生欣赏。这是第一。第二，我现在提倡从小学2年级开书法课。为什么1年级不开呢？1年级他那个自控能力太差了，是吧？把墨放在桌上，一下就倒掉了，一下倒掉了。我们的明天去看我们的一阳来印在学校的，哎呀，我伤透脑筋，我这边一去看教室全部是乌黑的，就是小学，其他的班级基本上不倒墨水，是吧？所以我是主张从小学2年级，国家教育部规定是小学3年级都可以2年级、3年级开始写毛笔字。毛笔字我讲练毛笔字5大好处，我就不讲了，大家再说。第5，经典武术。经典武术我就太极、拳、刀、剑、棍，我认为都要教。最低的要教太极和武术，拳嘛，是吧？你看我们现在中小学教那个体育课，教那个广播操，毕业以后哪个做？有用处吗？有用处吗？半点用处都没有，是吧？那个太极，你看终身有武术，你看长大了，随你在哪个岗位都用，就自己做家务都有用，是吧？你又灵活，力气又大，那你看做家务都不得。所以你去看我那个小学，学生个个能文能武，我叫做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怎么文武双全是吧？我们中国人个个身体很健康，有身稳绝技功夫。我们走到各个国家，人家不敢碰我们他碰一下去3米远就倒掉了，是吧？所以这个民族这么累要强健，这个是我们也不欺负他来碰我的了，碰我他自己倒的。我们中国有学经典，所以我们的孔圣人仁爱是吧？我又把他扶起来，对不起你碰了我，对不起，你摔倒了，我把你扶起来。我就想达到这样一种目标，好吧？5大经典记住了没有好。第2，经典诵读的主要模式，怎么来读？安排什么时间读？到底读多少时间？我来介绍这样几种方式，这些都是我指导100所学校的一些方法。
一些模式。第一，每周背诵一句经典，每周只背一句，全校这一个礼拜就是背这一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这一个礼拜就是背这一句，效果也很好。我们湖南省朱镕基读书这个学校大家都知道了，你就知道湖南省第一中，而不是哪个县市的，湖南省第一中，每周一句经典。他的高中毕业生95%考重点大学，记住吗？95%考重点大学，只有个把2个人考不上重点大学，你就知道他学校的质量有多高了。一周只背一句经典。第二种模式，每天早读课诵读20到30分钟。每天，我这里都是讲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不是讲你这个私塾了。现在的我等一下会讲到私塾的了，是吧？每天早读课诵读经典20到30分钟，一天只要读20分钟就要的。第三种，每天下午上课前诵读经典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都可以。他上午上课吗？下午又有2节课上课吗？上课前读20分钟，读半个小时也可以。第四种，有些读技术的学校，每天晚上上自习前读半个小时，20分钟都可以，是吧？看我们安排什么时间，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要保证。第5种，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八一路小学，这个是我做的一个实验学校。八一路小学在03年开始，03年，今年9年快10年了。这个八一路小学呢，我就要他每一周开1节课，每周就是1节课，看效果怎么样，是吧？你昨天听了八一路小学的吗？他原来这个只有2-3亩地，一个小小的学校，政府要关掉的。结果我去把他指导读经典现在变成小学语文教学全长沙市的先进单位，小学语文教学第1名，每周只读了1节课，9年变成第1，你看好不好？是吧？你去看学生的普通话，学生写的文章，是吧？学生的礼仪，现在我加了一个，要他们加了一个礼仪教育，你看到吗？他们开闭礼、晨统礼做得很好，家长高兴的不得了。开闭礼就是化育，晨